乡亲朋友大家好，非常喜欢今日福喜来呢个节目。今日大家咧讲嘛，介咧，大家有发现无？你讲除了看电视之外，其实大家都看手机哦，有当多个影片啊，像係 YouTube。今日大家咧小解释下，哇，大家咧喺度动手攞个 YouTuber， 你讲名如工作，早起係馬上嚟分享波比。大家好，我係波比。今日東歡喜來到福喜來咧，耶！歡迎波比。我知道今日搶到波比，我最意外的事情就會，波比本人真的好漂亮哦。唔乜講喎。今日開始我搶到波比嘅事情，我就同我嘅同事講，哦，今日我要訪問波比哦。然後其實講，你是說那個波比嗎？我說對，就是那個波比。你是說那個很紅的那個波比嗎？我說對。他說。那他就拿出個手機的羽毛，他就劃一劃，他說：“你還講要隻波比嗎？”他說：“嘿，就會要隻波比。”我讓你確認一下啦。對，不過今天真的很開心。我說真的，因為亞嘅後生人可能有青島嘅後生人其實是認識波比，對不對？可是我真的很意外，就是波比是客家人，係我客家人，你係客家人，係，所以聽說你從小其實是在新竹長大，新竹關心人。对，所以你會講客家話，也會談客家話，係因為你在新竹長大，是因為跟阿婆一起，對嗎？係，我阿公阿婆土矮土胎，哈哈，所以老記得我都講客話。哈哈，大家有沒有覺得波比很努力的用客家話講？盡量都用客家話，你就是很自然、親自然的清流就做的嘞，冇講嘞，又冇講嘞。哎，你會不會覺得你現在其實當部落客也好，當 YouTuber 也好，到現在其實要青島演嘅時間了，因為在這幾年，因為整個我們不管說客家文化也好，客家語言也好，其實有青島嘅頻道也係 YouTuber 也還是對這件事情很關注啊。你會不會突然覺得，哎，沒想到你自己，你有很多不同的專業在裡面，可是沒有想到你也可以開始做一些像是跟客家有關係、客家話教學的影片。會不會覺得很特別？你應該自己沒有想過吼。應該說，其實我當初開始做這個的時候，我最一開始我其實只是說，因為我客家人，可是我每一次講的時候，每一次哦，大家都很驚訝說你是客家人，因為我從來沒有隱瞞這件事情。對，那大部分人都會很驚訝這樣子。然後我本來只是想要說拍一支影片，然後教大家10個很簡單又實用的客家話。我本來想要把它放在一支影片裡面。對。可是因為如果放在一支影片裡面的話，那就只有那一支影片。對。所以他講每次都清有意思，你胸口一直按定一下給講什麼嘢。其實佢青島嘅粉絲，佢影響力青態，唔過佢一下佢是搞客家話，佢到底係樣會搞呢？大家會看一下。是的，我們第一課就是OK， 你要拉多長？我覺得這個是憑你個人的喜好了。但是我覺得依照不同的情境呢，大家可能會有不一樣的長度。你聽客家人在互相對話的時候，尤其是客家長輩，他們一定會使用到這個詞，一定會用到。那不管是要講述事情，還是要抱怨事情的時候呢，這都可以當做一個開頭，或是接續承接用的作用。那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話呢，我在這邊示範給大家看看。幹嘛啥？有個人啊！哎呦，我都唔想講咧，實在是很切的。大概就是這種感覺，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了解我們的明白啊？但是大概就是這個感覺，我只是稍微舉例一下而已。如果說家中有客家長輩人，我相信你們一定常常聽到。那如果說你平常是在捷運上聽到客家話的話，我相信這個詞彙這麼簡單，你一定也學得會，好不好？再來一次。那你看要不要搭配上表情，會不會生動一點？但基本上就是大概是這樣子用。對，那今天的教學就這樣子了。你知道這個單元呢，就是以簡單快速，然後你們基本上這個發音沒有問題為主軸，這樣子。對，那不管你們同意或反對，我都會繼續做這個單元，我不管，好不好？如果有客家朋友的話呢，也歡迎你們跟我響應一下，就是不管是台灣的客家朋友，還是其他地方的客家朋友，我們客家人稍微有點孤獨，你知道，所以說我希望就是可以得到一些客家朋友的回應，這樣子。
耶！你自己应该已经看过太多遍了，对不对？自己因为就是剪接什么的，是真的会弄很多遍，真的好有趣哦！哎，我先来响应一下，我看完之后我要响应一下，因为知道，可是公司才发，你说我现在要教客语，不管是英文呀，吼，学任何语言，会觉得。你知道趣味跟吸引人最是第一步，可以是懂难啊，超。所以可是你一开始，大家一开始就说，你就先被这个影片吸引之后，就被吃豆公。哇，我对这些事情就先有好奇心。不过我觉得你真的，我要给你拍拍手，波比你真的好可爱哦！你怎么会想到第一课？你这，因为我这真的有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说。客家话对于不会讲客家话的人来说，发音的入门很难。懂难啊，唔定用板狗，对，行唔是唔定用板狗，对，因为有时候交一些朋友有没有讲，怎么讲都讲不对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想说，那从简单的开始，那什么东西最简单呢？我想说，哎，常爱同个阿婆啊、叔妹啊，青好公了干什么？哎，真的，我爱吃都爱亲有共鸣。因为以前爱碟不哈给世界，有时候我觉得你讲的很棒，不管是称赞，或是有时候不是称赞，都会这样。比如说你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吃。韩后是以后是你敌貌也很奇怪，对，然后或者是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敌我，是猜哦，我想说，对，好棒哦！我想给不给给熊琴陪听说亲有共鸣，对不对？黑公你可以听一百款哈嘎天师，然后你唔敌哈嘎方有共，不过你第一堂课就是学习会我就可以融入客家。对，我相信下副控的同仁们，如果不会客家话，也学会一句了，就真的就会按钮，马上就可以融入。所以你其他的课程也是会先从像发语词、副词这种开始吗？就是从日常会用到，对，比较能够融入的开始。像你还记得吗？如果发语词还有糟糕，根本给你播起来就会搞那种发语词可是你知道像。这个东西是没有在分腔调，不过有分。对我也是刚听他们讲说你讲吸烟跟你讲吸烟，怎么你底爱跟你讲嘛？唔底耶，爱你知道差一点的，有那个音阶的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今天好害羞，我要向波比学习。黑梦来大白公跟哈嘎巴给时间扣点太卡就转台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不想看了，太无聊。所以你知道，我觉得你现在真的可以好好的开始，除了你自己本身专业的一些某 Q K 彩妆经理，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发展这一块。我大概是想讲做一个单元做轻求音做下去来用，因为会讲的客家话其实很多嘛，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循序渐进，对，让大家比较能够学会它，然后会对这个东西产生好奇心。对，我知道好看好嘎巴黑按钮你真的好给 boy 某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可是你先认识他，或是先至少知道腿板有按钮给你念。所以你看我这里真的，你知道我们的同仁好可爱，帮我们大家整理了一下。其实你看你一播的时候，就有好多人回应你哦。对，很多客家人懂得客家语，真的。然后其实你看一下这边就会有人讲说，我们家也是共吸烟穷他说。阿胎不在了，就没有人陪我讲。对啊，我们是阿婆，都给阿胎对，他说我觉得空虚，觉得寂寞，觉得冷。他说很不妙的是，小学就真的忘记了，不会讲要他真体胸会练看，他想要练。其实上爱学个人动多，你我现在会学真的。可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。我要称赞一下，你真的每一个都有回耶，而且课语教学我真的自己一个一个慢慢回。对，每一个粉丝的留言你全部都有，就这样子你自己一个一个回应，我觉得他们收到你亲自回应应该很感动。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客家人真的怎么讲，很多都不会讲客家话，或者是说他找不到那个共鸣的点。对，所以说我会觉得说，如果说一样有客家人，他对这个有共鸣的话，我会希望好好的回他。真的，不过他咖啡吃到讲，其实波比给你只有这个哈嘎发给搞好听听。其实你真的你最多，其实是你很
缜密跟很专业的彩妆的教学。做追求迄做彩妆，你迄伫高中嘅时节，对不对？开始化妆，太后嘅时节开始写，不过给龙是黑下嘛，嘿，从某，然后你写着写着之后，就开始得到很多人的回应，然后你就开始做这种彩妆的影片。可是我看了你的影片，我发现你很不得了，你分了非常多的种类跟细节，分懂吼。对啊，真的，这个我觉得你已经可以变彩妆顾问嘞，这样讲嘛，因为。对，所以你做这件事情，除了你的专业之外，你是不是也真的你在这里面有得到很多你的满足感跟快乐，对吧？我觉得主要是说，其实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也会渐渐进步。对，就是本来其实也是就是只是喜欢化妆而已，我也没有去上过什么很专业的化妆课程，只是喜欢化妆。那其实，在分享的时候，不管是别人的困扰，还是会去到讲啊，梦珠万岁啊。对之类的，对，迄个有看过几个样片给你泰雅都顶，不过该下泰雅宽天世界有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妆，其实像仿妆也是你有特别去研究的，对吗？对，那个我觉得其实是说一开始在研究说我应该怎么化妆的时候，就你一定会看到说，谁的妆好漂亮哦，呀啥还发韩江啊，对不对？一定会觉得这样女明星什么的，对，那就是觉得说，先从学她的妆怎么画开始，对，先去找到那个感觉，所以才会就是有一些仿一些女明星的妆啊什么之类的，对啊，从那边学应该怎么画，对，然后你自己会了之后，再透过 YouTube 的教学，部落格啊 ，YouTube 的教学教给大家。其实泰卡不会吃到，其实因为对一个小妹人来讲，其实你高中嘅时节就开始对爱用嘅事情有兴趣。不过到太后嘅时节，其实就开始爱用下落来，呀，同泰卡的分享搞泰卡，真嘅亲。我觉得真的除了兴趣之外，我觉得这是专业的另外一个平台的展现。对，其实佢还有动有意思嘅故事，然後大家都分享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長嚟講。今當我一到牆到澳到信州改編台改降什麼？你講 YouTuber Bobby， 大家好。在上一段節目，他有他來分享，你除了會彩妝，當然我們也講到你有課語教學的影片，對不對？從開始有冇？唔該，給我一個單眼，換我來跟 Bobby 分享一下。其實我們泰雅講以前我們說俗諺語，就是露骨攆泥，你有要先挑戰看看嗎？人愛打扮，天愛做看嗎？其實你有偷練吼。我这样照着念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真言哈，我们如果我用海陆念的话，就是因为打扮天而做看，然后嘛个意思呢？嘛个意思就会，其实你还会打扮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女生还是要稍微打扮一下自己，然后这样看起来就美美的。好，跟我们今天要讲彩妆要有一些关系。天意就是说，田要做什么呢？就是你要很认真、很勤奋的去逐那个田，耕耘它，对，个田皮，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你就会有很好的收成。但我第一摆看到你露骨攆泥的时间，我跟新品就会知道，以前跟你真的很厉害呢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啊，请问打扮跟甜这件事情也可以，也可以放在一起。哎，可是因为有押韵，你会大班，对不对？然后真的很厉害，对，天为周坎其实是可以有押韵给古作家就会露骨攆泥。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在你那个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客语入门之后，也许未来你可以教这个哈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。好啊，大家就期待一下，期待做的第几个。YouTube 的影片底度都可以看到波比搞哈嘎攆泥，就是露骨攆泥。拜托啦，求你教一下啦，先去找一下，做点功课。走得，你要任何的功课，只要联络我们无限量供给，好不好？好厉害！对，这就是给我们同大家来分享给露骨攆泥哈。不过说完老古元语，我们还是要回到你的这个专业这个彩妆这一块。刚才一开始讲到的时候是说，其实高中给时间就开始学化妆，听说是因为你那时候是女校，来拓开新竹女中哦，懂都是妹都亲会打扮，真的哦，很厉害，就是大家就是会读书，但又会打扮。
哦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就看底又发乱讲啊，我就觉得说，我应该也要跟着学一下。真的是这样子，真的。所以跟刘子你的同学是真的有吧？总按你比较素颜那个时候。我那时候因为我国中念的学校很严格哦，所以我真的那时候是清汤挂面哟。对啊，然后很多同学是已经很会画了，然后呢看他们画了有没有眉毛也补满了，眼睛看起来又很大，是对，所以我就想说就开始练习一下，就开始练习。可是你会教到这么多技巧，是不是也是因为？你那时候想说，像我们共识开发，以前我那个年代啦，是没有 YouTube 的年代，乃至在现在时间 memo 啊，你说幼稚园黑猫，是姑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就会看杂志，而且那看杂志，那时候好有趣，那时候是杂志翻开还有一格一格，像漫画有没有？先画一张一张，抽，然后还有虚线，有没有搞你？可是有时候你真的跟着他画的时候，发唔好。你在对照镜子的时候还蛮恐怖的，看对，你马上哦，所以你那时候也是隐秘有暗涌给感觉，有点浓妆脸啊，抹发看起来，可能太感觉嘛，该浓妆脸，你说浓妆脸什么意思？浓妆脸就会抹发的时间已经很美了啦，爱抹发的时间看起来没抹，马该都抹，就看起来很素啦。我没画的时候，因为我眉毛然后睫毛都很淡。那我就是皮肤比较白，嘴唇比较红而已，这样子。那可是一画下去都哇，妆都超浓。我以前也是看杂志，对，为什么会妆超浓？同开的够，因为你的轮廓很深。还是他，你因为你的脸其实是很漂亮的轮廓，所以很漂亮的轮廓如果像外国人一样，但如果你的妆一浓，就整个人就变懂电影感，轻电影感，而且会变比较老气，很老气。你想想看，那时候我高中这样才17岁嘛，16、17岁，然后画完之后走在路上，人家都以为我30岁。我现在30岁看起来都没有那时候那么老。我觉得真的会，因为你说你是浓妆脸，因为其实我也是，就是轮廓比较深的问题，或者是我眼睛比较凹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是我就想说要学别人画美美的，哇，那时候很流行什么烟熏妆啊，嘛该就吃宽啊，结果一画完出去都不得，我走到外面的时候，泰嘎都一直都说，对，大家都没有称赞我，泰嘎就知道说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说我今天知道你懂奇怪啊，对，我说我就知道我适合淡妆，所以你看哦，同泰嘎安永福用，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适合的妆。那你这么多的文章按斗给分类，你有没有什么最推荐大家，或是你最有心得的？最推荐应该是那种分类整理，有没有？很多东西怎么用，大家搞不清楚，因为这个是大家都有的问题。因为浓妆脸可能是浓妆脸才有的问题。对，那像有一些，比方说，比方我这样讲好了，像隔离霜，适底乳。然后粉底液、CC 霜、BB 霜、素颜霜，然后还有什么蜜粉粉饼，对，就是而且还有蜜粉饼，好像又而且一直推陈出新，对，一直推陈出新。那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然后它应该要怎么用？哇之类的，那我就写了一篇文章，很仔细的有去分析这些东西哦，就你从哪一步开始做，哪一些是你一定要用的，哪一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必要，或者是说哪一些之间可以互相取代，我就有去把它写得非常非常清楚，我就说这是底妆宝典。哇，那我问一下，所以你如果要写出一个这样的底妆宝典，台卡周内公底妆百科全书，百科全书，嘿，你真的是每一瓶你都要亲自这样用。你看我这样问，好像很那个有没有？是不是真的？你真的要每一个你都真的去认识它？就是至少每一个种类，每一个种类至少要试试看。哇哦！对，所以新出，比方说那时候素颜霜一出，马上要先买一瓶来用用看。说真的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素颜霜素颜霜啊，我知道，有，好，我知道，我突然很激动，我知道，我看过那个素颜霜，我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置入性行销，就是他就去拍一个那个明星，然后那明星就说啊，你干嘛来拍我？他说我才刚起来，我现在想对实境节目，然后他就说你先等一下，然后他就拿出一罐，然后先可惜对在旁边先涂完之后就说好，你可以访问我一下，这个应该是置入吧？好，是不是？那时候我还被骗，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就一瓶搞定。
其实也没有说一瓶搞定啊，就是其实像这个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广告或置入的时候，对，我们会没有办法得到一些很完整的资讯嘛，对不对？那等于说我去把这个东西解释清楚，比方说素颜霜，它其实只是提亮肤色，它其实没有遮瑕度，是，然后它其实没有防晒系数等等的。哦，注意哦，没有防晒系数哦，没有遮瑕度哦，只有提亮，它就是提亮肤色。所以像那种国高中生，他如果只是想要看起来很有气色，其实都得用两个。对，我之后国高中生都得用一个，因为他们年轻，其实皮肤本来就好，它没有什么瑕疵。对，黑公你兄，我这种年纪，你就不要只用素颜霜哦，我是建议还是用深刻隔离。你的状态很好啦，所以其实懂讲，杠加都得被剥皮成懂讲。所以其实这真的就是你的化妆百科宝典，真的是这样。哎，我觉得好有意思哦，因为如果像我去买这么多暗油给底妆，说真的，因为揪秋你功推陈出新，有时候功能有些东西是很。它像两个圈圈，有些功能是重叠的。重叠懂多哦，信东你是唔低啊，信东讲两盖老两盖，来都用，它不知道不一样，太棒了。那我问一下，所以你自己像你现在的脸妆什么，你是不是已经完全找出你自己的一个，比如说你很知道自己的底妆，你会知道怎么用，你很了解自己的状态，所以你应该是找出一个你在宝典之外一个最适合自己的，就是会有我们叫做会有几个公式。哦，我觉得就是可能，比方说场景啊、天气啊、工作需要不同的时候，会用不一样。太棒了，那泰卡就会知道讲哇，基本也有像波比雷都鸦片同泰卡的分用按都把总给技巧或什么。哎，可是今天因为我们下午播出有青豆跟妈妈会看，好。妈妈来了，阿婆来了，妈妈妆容要点，妈妈要用吧，妈妈要用眼巴妆，好，比如说对底妆一定是要光泽感，好，那种看起来你的皮肤有冇，它饱满，它好看，它饱满，它好看啊，对，还有是遮瑕度会看，搭上眼毛胸中，如果你黑斑它抖，错，是会遮瑕膏，还是要遮一下。啊，它抹黑斑是就没关系。是，对。然后眼妆这边你是建议泰嘎就是先以浅色为主，用浅色。因为该妈妈哈两片，因为它都皱褶啊，有冇？有。一般来讲是它都皱褶啊，或者是说，它可能随着年纪大了，它的眼窝会比较凹。了解有没有随着年纪会有这样的改变？对，那像这样的话，如果再用一些深色的眼影的话，其实看起来会这边的结构会太复杂，然后也会比较没精神。哦，真的哦，好像是对啊，会哈某精神，哈某精神哦。还有就是这边有特别强调，就是腮红。腮红跟自然之后嘞，它刺眼，是暗讽，你那个这两边特别加强，还是发到信讽啦，就是发到信讽。或者说妈妈黑公也会画腮红给时间，其实建议胎感好像就是轻刺眼、淡淡的就好用。是懂好看，对啊，因为爱接近妈妈妆，就比较自然好看一点。还有就会爱吃到口红，唔好暗讽哦。我真的要跟 Bobby 来讲一下，就是哪张公公给时节同体公，其实特别有青豆给妈妈，妈给口红给时节很喜欢桃红色，因为他们说有开有精神。那请问一下达人，你都得建议他，因为奶公我讲的不算数。就其实我是觉得真的不用用那么红，因为其实你用这么红，你只有这里有气色。你只有嘴唇有气色，那你的脸其他地方，因为你不可能腮红也画那么红嘛，对不对？那就会变成说，其他地方可能反而皮肤状况不好，很容易被看到。对，有没有？所以同大家整理一下，妈妈还讲你整体会把种眼妆淡淡的球后腮红它刺眼然后注意哦，你给口红做唔得暗讽，因为大家会知道。可是我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为什么妈妈会暗凶？我相信青董也很暗凶，唔够先公告一下，等下常会讲。今
听访问 Bobby， 突然好想住在你家隔壁哦。会有一些化妆问题，可以那种感觉上有一个百科全书住在隔壁的感觉，好像当然这是开玩笑啦，不敢，但是就是哇，如果有一个宝典在旁边，好，哎，问一下这个什么什么的，朋友也都会问。对，不给不给痛，太卡木就会妈妈，哎，我觉得重点就是青豆给妈妈会吃懂，哎，总得。把总共我出门我买吹给时间一定要画口红，可不一定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是 Bobby 本来觉得是底妆比较重要，哎，现在我跟防晒，重要，防晒真的很重要，因为你的皮肤啊、老化什么的啊、长斑什么，那个都是因为防晒。我会觉得说，如果懒得上粉底，最少上防晒。对啊，这样对皮肤比较好。反而口红不一定是必要，这样淡淡的也可以，但是不用到那么红。其实现在也很多该睡粉色啦，有没有干燥玫瑰色、干玫庆奖啊？庆奖哈，对，所以就是用那样的颜色就可以。好，希望给你看电视给妈妈，哎，有好多干燥玫瑰色，干燥玫瑰色，大家等一下去 Google 一下嘛，该是干燥玫瑰色。不过你甜也口红，像也较轻艳嘛，甜也甜给妆容也轻松啊，因为你黑空你中午去买一个便当，那个妆就花了。头忙是很变态的，怎么办？像我自己的话啦，就是说可能底妆的步骤之间有间隔。就是比方说，像我们平常，冬天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是底妆上完，再来画眉毛，画完眉毛就画别的这样子嘛。那像现在安烟有没有？那我就是会先擦防晒，但我擦防晒很高系数，所以很黏，非常黏。对，那我就会，我先画个眉毛，再回来再上粉底液，或是再回来上粉饼。那它这样子的话，它稍微吸收进去了，然后你再上下一层，它就会比较完整一点点，了解，比较不会掉。那当然，化妆品的选择也是，就比方说你选一些比较控油持妆的啊，我觉得也是很重要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主要是保养品之后，等一下再上防晒，防晒之后等一下再继续上下一层的，比方说不管是粉底液还是粉饼，都等一下再上，它会比较好吸收，会比较服帖。真的。这就是告诉大家，就是要一步一步来，然后等一下。我觉得这很重要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让它的妆好像比较服帖，按个杠高，对不对？不过给不给清粉，邀请到Bobby来到鸦片，他可能会知道，其实Bobby他从这里说大学就真的开始经营你的，不管你从文章的书写，一直到现在的平台，对你来说，你觉得做一个部落客，然后做一个网络工作者，泰卡共 YouTuber，你知道？有什么优缺点？因为泰卡看就知道啊，好棒棒，好羡慕哦。其实他有很多很辛苦的事情，可能是泰卡唔知的，对吧？他好该是在讲，应该时间懂自由，你可以自己安排啊，你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。啊，你也可以选说你想要接这个案子或不想接这个案子。对，那他唔好是讲懂艰苦的时间是马该都一起给他做。因为像是艺人工作者，同忙该事情都一起跟他说。像厉害 Annie 在录节目有冇 ？Annie 有摄影师 ，Annie 有导播 ，Annie 有剪接，有企划，有脚本，很多有冇？还同忙一起跟他做。真嘅，因為就像大家一開始看到嘅客家話嘅搞好嘅影片，真嘅冇按過呢，佢七家上，七家錄。去给他做主持人，去给他剪接，去给他上效果字，对不对？剪接是才是很艰苦哦。有剪接过给同仁，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很辛苦的沟通，很耗时的一件事情啦。那主要就是，然后再加上，比方说有时候接案子的时候啊，那其实联络也是自己来啊。对，联络啊，或者是说，各式各样，那比方说拍照应该怎么拍，那也是都是自己来自己想，所以真的是全能呢。就是等于说去搞翕相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做的是美食，你要会拍美食，对不对？你喊到会吃的，这个可能我对有点难吃，有分两种啦哈，就是很喜欢吃跟很有真的很能吃，对。我说像因为亚海有青岛给YouTuber 泰卡维公，其实接很多的业配。就是我们会商业案呐，对，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因为你是嘎扣人家有接一些业配，对吗？其实我讲哈，如果这个东西今天你自己会买，该是周的，
就是就可以接。我自己是这样啦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今天他放在我面前，我可能会买我可能会想要试试看我就会觉得我可以接。那再来就是说。其实像我们在接案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收到一些信，有没有？他的广告词就很可疑他会讲到很夸张，是对，比方说，擦下去3天就变白，那种我就不敢，怎么那么好？就有一些真的会很夸张，或者是说什么基因科技干嘛干嘛，我想说。不可能啊！如果连那种很大的品牌，他们有那么多实验室，他都做不到这个的话，你一个没听过的品牌，你怎么可能莫名其妙你可以做这么厉害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像这样的人系都很奇怪，我就不敢接。我听 Bobby 这样说，我觉得 Bobby 其实是一个很爱惜羽毛的一个工作者，因为你做你认为你愿意信任的产品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像做这个工作啦，我觉得是说，如果尤其我们常常有在做产品分享的话，别人对我们的信任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没错，你讲的话我会信哦。你跟我说那个隔离霜好用，哪会去买哦？真的，这就是一个关系，互信的关系，这不得乱讲，这不得乱下。那有没有什么像是接业配你比较不愉快的经验？因为你刚刚举例一些像比如很夸张的广告词啊，或什么为某，有的时节是会讲你下后嘞，去改动都。所以你们还要自己写对，写也是自己写OK， 然后你下就会你对那种产品，你给讲书，你给修法，然后你写了之后，他有可能会去修改，或者是说，他就是当初他就完全要你照着他的方式写。那该请来会做嘛改？那然后你真的有遇到，那怎么办？那就跟他说我没办法这样子改，因为其实像会看我们的东西的人呢，他们一定是因为喜欢我们的风格，喜欢我们撰稿的方式等等的，所以他们才会看嘛。那可是有一些公司他们会很希望你写的东西是很新闻稿的。对，但是我就会觉得说，那你就发新闻稿就好，你就请媒体发新闻稿就好了。所以你要他在接业配的时候，其实你还是会真的要筛选，挑过案，对，或者是说，合作前可能就要先讲清楚说，你不可以修改我的个人语气，因为我们真的也有遇过那种像国文老师一样改作文的感觉。是，对。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像是很趣味的啊，或是？很趣味的，其实也是蛮多很有趣的案件，对，各式各样。像有段时间，你要写该底妆，瓷妆有没有？你是会用功俩脚本要用完下，要怎么样展现说，他真的不会脱妆。其实有时候做一些测试啊，我们写这些脚本会蛮有意思的。像我之前接一个底妆有没有？然后我就在想说，那时候还没有到很热，我想说我应该要怎么样流汗测试。对，这样怎么让自己会流汗呢？这样我还找一个朋友一起，因为我皮肤比较干，然后我找一个油性皮肤的朋友，然后我们2个就先一起吃很辣的东西。吃完之后，你这该信义路4段杭州士林夜市，哇！那很远呢，我走3个小时。哇，你们就想说，因为你们就想说能不能去，你们要去 test， 而去试给这种东西，我们给晒下去。哇塞！对啊，就是要给它晒太阳啊，要让它流汗这样。然后我们走完之后呢，我其实没有流很多汗哦，当然就是也是可以测试那个持妆度嘛，太阳这样晒。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去脚底按摩，结果我脚底按摩流了全身都是汗，真的很痛。哇，所以你看，泰卡杯吃到挺有意思。泰卡看到给黑它光鲜亮丽的用就会你介绍产品呀，可是泰卡你这就是幕后，先走了3个小时的路，然后再去脚底按摩，因为你要试那个妆感，跟那个妆会不会哇？因为我其实才正想问说，我其实俺在YouTube 频道呀，泰卡讲脸书，俺看到青豆给我们一看就知道那是一个业配的文章，黑公公就知道讲黑妹你真有用过，还是你真的就只是推销？因为真的什么都有，从内衣内裤，你刚刚跟我黑把总品嘛，家里的吸尘器呀、洗碗，就是。真的是什么？你送的都给你这个东西，骂个东西给他们都可以业配，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在想说，这些所有的朋友们，还没真紧去敢用过，所以自己是同忙而用过啦。骗人还唔对啦，不过按糖水波比还真紧
是自己有用过，我觉得这是你的风格跟你做事一个原则。不过我很想说，其实也还有青岛嘅後生，可能是高勢聽聽，可能骨種也高種。而且就是你要做嘛，家己會同大家講，嘅夢想就會做一個做網紅。對啊，如果你現在如果說，哎呀，姐姐，我們以過來人的身份給晚輩一點建議的話，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嗎？我的想法是說，你還是要從自己身邊的事情去出發。然後你自己相關的事情，對，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，因為它跟你才會有連接感。對，然後還有就是能力範圍的事情，你做的都該事情，你這樣做，因為有懂都後生人會問我講吼，我目前買個名牌嘛該，然後用版可以去下那個，你做的唔下名牌啊？對，真的啊，你是冇會下名牌啊？哎，頭擺可以去下的時間啊，係大學生，還是下個？乃至夜市買個100塊個衫，然後用版做嘅，我寫了13種穿法，是，哎呀，哎客家人啊，當然100塊啊，給他穿到極致，嘿啊。所以真婷泰嘎糖波比昂公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建议。你不是为了想变网红而去做，而是你真的对这件事情有喜欢的事情，你这样一按有走行这条路哦。今天时间飞逝吼，真的请大家波比雷都鸦片，好吗？有机会拜托啦，不要只在 YouTube， 常常来跟我们见面一下，走在哪？好哇，太棒了！那天天哈雷走吗？该嘞走人同流。